好多新娘同我呻，我老公平時正正常常，點解一着西裝禮服硬係覺得好奇怪？其實歸根究底離唔開呢三大絕症。我幫佢哋改咗個名，分別係韓式齋肉、土豪風味同埋最攞味嘅淘寶膠袋。首先講下最常見嘅第一種韓式齋肉。好多兄弟受韓劇影響，或者去幫襯一啲速成西裝店，店員同你講修身好睇啲啊，韓版啊嘛。於是你買咗一套細咗2碼嘅西裝，睇下你個手臂位緊到連恤衫都接唔埋，成隻手直不甩。你想 show 肌肉？Oh sorry， 大家淨係見到一層就嚟爆開嘅腸仔。當攝影師叫你新郎哥搭住新娘膊頭啦，你根本舉唔起隻手，你只可以好似喪屍咁。再望下身，條褲腳窄到貼實條小腿啊！行路嗰時褲管會卡住小腿，落唔返去。遠睇對腳就好似2支筷子插咗喺地下度，頭大身細，比例極度古怪。呢一條唔係西褲，呢條係男人的極緊身褲啊，大佬！最得人驚嘅時候係咩時候呢？就係勁查啦！當你跪低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你條褲緊到根本屈唔到膝頭哥，你唯有擘大對腳，好似青蛙咁勉強踎落去。嗰一刻，你嘅褲浪承受住幾百磅嘅拉力，全場靜晒，當場爆胎。記住，西裝係要你修飾身形，唔係用嚟捆綁你嘅肉體，留翻2寸鬆動位俾自己呼吸啦，好冇？第二種風格我會叫佢土豪風，亦係最令攝影師同埋化妝師反白眼。簡單嚟講就係你要低調嘅位，佢就土豪咁高調；你要細心嘅位呢，佢就求其到離譜。該低調嘅時候，你揀咗 show off， 先睇下條腰。各位大佬，收埋你條大 logo， 仲大過拳頭嘅名牌皮帶啦！好多兄弟覺得我結婚，梗係要將最貴最大 logo 條皮帶帶出嚟，話俾親戚同朋友聽，我幾有錢。喺西裝禮儀入邊，皮帶係功能性嘅，係應該隱形睇唔到。特別如果你係着禮服嘅話，傳統上係唔帶皮帶噶。你夾硬係將個金燦燦大 logo 嘅放喺肚腩下邊，成個畫面即刻變得好俗氣。你以為自己好有 taste？Sorry， 喺賓客下中，你只係一個啱啱出糧嘅暴發戶。呢啲叫做無謂嘅高調，破壞晒成套衫嘅線條。該細心嘅時候，你揀咗隨便，好啦，皮帶你肯用幾千蚊去 show off， 去到全日出鏡率最高嘅靚下位，你又點處理呢？竟然係求求其其買個幾十蚊現成煲呔戴上去，又唔照鏡，歪咗45度都唔知，仲要條帶反轉咗，你條腰 logo 咧就閃靈靈，條頸咧就好似俾人打咗一鑊嘅柯南，打呔又求其打個結，拉都拉唔緊，露出恤衫第一粒紐，甚至見到入邊件底衫，呢啲代表乜嘢呢？就代表你不修邊幅，對呢個場合冇誠意。你寧願花心機去揀一條 show off 皮帶，都唔肯花30秒去整理好呢條煲呔，呢啲就叫做觀音頭掃把腳啦。嗱，記住，成敗在細節。你條呔打得靚唔靚，比起你條皮帶值幾錢，更加反映出你係咪一個有品味嘅男人。第三種呢，我會叫佢做淘寶膠袋，令新郎最痛苦嘅係西裝成分或者係淘寶貨，標榜抗皺挺身，其實成分係100% polyester 聚酯纖維。polyester 係咩呢？講白啲咧，就係叫做塑膠，即係膠嚟嘅。想象下喺33度嘅香港天氣，或者喺巴厘島嘅海邊，你由頭到腳用保鮮紙包住去焗桑拿，恭喜晒，你即刻獲得3個成就。第一，你得到一部流動嘅焗爐，熱氣係排唔走嘅，汗水鎖喺你件西裝入邊，你外邊可能已經紅都面埋，但係其實入邊底褲都濕晒。第二咧，你得到一個汗酸味嘅 buff， 膠質嘅布料咧最叻就係鎖味嘅，行過你身邊嘅朋友個個精神晒。第三，你會成為一個反光嘅膠袋，喺陽光下邊呢 polyester 會有一種好唔自然嘅反光，影相出到嚟呢個質感係好 cheap 嘅，同你新娘嗰件真絲婚紗成為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講完3個症狀，我哋認真討論下着西裝點解咁重要。好多男士有個錯誤觀念，結婚着1日半日啫，使乜咁講究啊？冇人睇我嘅，老婆靚咪得咯。我想同大家分享3個理由，點解你必須要重視呢一套西裝。理由1，你當日可能冇所謂，但係張相跟你一世，10年之後你個仔女拎翻本相簿問你，哇，老豆點解你同阿媽爭咁遠，媽咪仙女咁靚，你成個部長咁，仲要條褲好似就嚟爆開，攝影師再勁都 P 唔走你個狼狽樣啊！理由2，痛苦係你自己嘅。試諗下，結婚當日係好趕，朝頭早6點起身接新娘敬茶外影證婚晚宴。如果你着住套窄肉裝勒住個肚，你食唔落嘢；如果着住套膠袋裝熱到頭暈，你根本笑唔出。你嘅肢體語言係呃唔到人嘅。當你唔舒服嘅時候，你嘅笑容就會僵硬，你對眼就會冇神。你老婆當日最需要嘅係一個強壯自信可以依靠嘅膊頭，而唔係一個熱到就嚟中暑嘅新郎。第3個理由係尊重場合，尊重你一半。新娘為咗呢一日咧，減肥都減咗半年，試妝試咗10幾次，婚紗揀咗幾萬蚊嗰款，佢付出咗200%嘅努力。如果你連一套合身得體嘅西裝都懶得準備，求其淘寶算數，着得好唔係為咗型，係話俾大家知，我好重視呢個承諾，我好重視我身邊呢個女人。
好啦，嚟到戲肉啦，我哋應該點自救呢？解決方案只有6個字：睇場地，着對衫。首先講難度最高嘅戶外婚禮，例子咧就可能係巴厘島啦、泰國布吉、淺水灣、西貢嘅草地，咁個環境有30度同埋好高濕度，陽光猛烈。我哋目標咧係要生存、透氣同埋瀟灑。呢種極端天氣，我有3個 tips 嘅。第一個 tips 係西裝成分。Linen 麻質，好多人覺得佢好潮，我想同你講，潮就係麻質嘅靈魂，嗰種潮係代表慵懶、度假風 casual elegant。如果你去巴厘島結婚着麻質，簡直係絕配。第二種推薦嘅布料就係 high twist wool。咁如果你接受唔到潮嘅話咧，就要識 high twist。佢係將羊毛扭到好緊先織，令到布料之間有好多微細嘅窿，風吹得入去，熱氣排得出嚟，而且抗皺能力係極強。呢個係夏天戶外婚禮嘅神器嚟嘅。第三種叫無絲麻，集齊咗3種物料最強嘅優點，互補不足。咁用烏去做骨架，佢負責撐起件西裝，令到件衫有垂墜感，唔會好似麻質咁樣輕飄飄、軟賴賴，着上身係挺身有型嘅。咁入邊第二個成分咧就係 linen 麻質，咁佢好似成部冷氣機，咁負責係散熱同埋帶到獨特嘅乾透性俾你，就算有汗，件衫都唔會黐住你皮膚。咁第三個質地就係 silk 絲啦，咁佢做門面嘢嘅，呢個係重點。絲嘅質地咧會俾人一種好低調嘅光澤感，而唔係 polyester 嗰種膠嘅反光，而係一種好貴氣嘅光澤。第二個 tips 咧就係結構假髮，去做西裝嘅時候就同裁縫講3個字：冇裏布。傳統西裝入邊係有裏布喺入邊嘅，喺戶外全部都係保溫層，做一件冇裏布、冇膊頭面嘅西裝外套，輕到好似恤衫咁，你先有機會喺30幾度生存到落去。第三個 tips 係顏色嘅配搭，千祈唔好着黑色，黑色係最吸熱嘅，而且喺草地藍天嘅背景下，黑色會顯得好沉重，好似去咗場合咁。咁我會推薦大地色，有燕麥色啦、淺卡其啦、煙草色、鼠尾草綠、灰藍色。呢啲色咧影出嚟咧又白淨又配合到大自然嘅。我哋去到另一個極端，5星級酒店 ballroom 教堂，環境咧個冷氣係極凍嘅，18度以下，燈光昏暗啦，但有射燈，氣氛莊嚴。咁我哋目標咧就係有隆重有氣場嘅感覺。咁第一個 tips 咧就係禮服啦，好多人分唔清西裝同埋禮服嘅分別。禮服同西裝最大分別咧係其實個前領，咁個前領嘅質地通常都會用緞面嘅，咁個質地有少少反光，而條西褲咧就會叫做禮服西褲啦，個質骨咧會係多一條緞面去襯托住嘅。第二個 tips， 如果你想再隆重一啲，其實可以試下絲絨禮服，喺燈光下邊個質感係無敵嘅，而且冷氣咧係好凍，絲絨暖粒粒啱啱好啊。第三個 tips 係配件嘅細節，咁如果去到咁隆重嘅場合，咁可以大家學下打手打煲呔，現成嗰啲硬骨骨嗰啲蝴蝶結咧，一睇就只係買翻嚟，手打嗰種自然咧唔對稱嘅，咁先有品味。咁恤衫方面咧，唔好再着翻工嗰啲普通恤衫啦，咁要着咧就係禮服恤衫，咁咧可能會有禮服集嘅。皮鞋方面咧，就千祈唔好再着淺色嘅皮鞋啦，咁必須咧就要配呢個高度拋光嘅深色皮鞋，同埋唔好着雕花鞋啦，太 casual 啦。又有人問我全日得1套衫嘅 budget，又有戶外又有酒店，咁點搞呢？咁我會建議一個終極方案，做一套 charcoal grey 深灰色或者 midnight blue 午夜藍嘅3件頭西裝。咁布料咧就揀260g 左右嘅4季羊毛。咁戶外嘅時候咧就唔使着外套，就係着背心。捲起個袖嘅時候，感覺復古又涼爽。咁入到酒店嘅時候咧就着翻外套，打翻條領呔，即刻變得莊重。一套衫2個造型搞掂晒。講咗咁耐，我知道資訊性好大，為咗方便大家，我同大家做一個終極懶包截圖，記住呢個表你就清楚晒。最後我想同各位新郎講幾句心底話，搞婚禮好多細節要煩，可能你會覺得西裝喺連鎖店買咪得咯，反正着一次。但係我想同你講，婚禮唔係一場 show，佢係一段回憶。10年後，當你拎翻本相簿出嚟睇，你唔會想見到自己着住一套唔合身、熱到成頭大汗，或者從場地格格不入嘅衫。如果你着得唔舒服，你個樣係發自內心嘅尷尬。相反，當你着啱衫、適合嘅場地，你就唔會分心去諗我好熱或者我好似好奇怪。自信係由外到內嘅。當你覺得自己今日好有型，你自然可以全心全意去享受當下，同兄弟飲杯酒。如果你籌辦緊婚禮或者揀西裝有選擇困難症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你嘅結婚場地同埋月份，我會親自回覆同埋俾翻適當嘅建議俾你。咁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手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祝大家大日子應爆全場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